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1月17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例带病入境，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明仔载要开放做过 AZ 头一档的人，第二档会当选做莫德纳还是 BNT。交通部今仔第二届到宜兰高通嘛提出第5方案，要甲车头设伫管制中心甲罗东站内中。波兰被俄罗斯的边境将非法移民用石头甲手榴弹攻击波兰的警察，警方质疑是被俄罗斯使人的。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案例，有5例带病入境。为着要提高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指挥中心今仔嘛宣布讲，要开放做过 AZ 的人，第2档会当选讲要做莫德纳还是 BNT。另外，针对春节入境带集中检疫所的方案，指挥中心伫下晡嘛有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有新增0例的本土病例，5例的境外入跟0死亡个案。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我们就会开放，就是有关 A 粒有打第1剂的部分，可以选择我要还是持续打 A 粒，或是要这个医院选择是 BNT 或莫德纳，调整现行的COVID-19 的疫苗接种的间隔哦。所以 A 粒疫苗主要就是要需满18岁以上，那至少8周以上。那另外，莫德纳疫苗是需为这个18岁以上，那至少是4周以上哈。那 BNT 疫苗则是需为18岁以上，那至少间隔4周以上哈。目前这个集中检疫所，我们只有就是在10月14号到2月5号之间，就只有提供7+7的方案哈，只能提供1人1室，没有办法与家人同住。那收费部分就是每天每人1500元。那只要订房经刷卡付费之后，那无法更换入住的日期时，房间跟退款。春节检疫提供3种方式，予民众会当选择。今仔早起10点一中检疫所嘛开始开放民众预订。另外外界嘛真关心讲过来甲要开放做无共牌子，指挥中心打嘛宣布讲，明仔载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开放头1档做 AZ 的民众会当来登记第2档咯，是会当来选讲要做 BNT 还是莫德纳，嘛会当2种拢成选。应用春节检疫的新措施。集中检疫所自17拜3早起10点开始开放预订，而且为了要避免网络塞车，指挥中心是采取2阶段分流线顶订房，一个人一天先来票1500。不过民众反映讲，进前已经伫咧国华做过2期有风声，符合7+7+7的专案，想要退订集中检疫所，煞找无人办。那时候定14天，那每天2000元。那因为这个专案新措施开始，那当然就是如果符合专案条件的，就是可以更改为只住7天，而且可以退费。在这边再说明。另外，咱国内新冠疫苗第14期正伫咧做，不过做人无多，尤其是莫德纳，准的疫苗也阁真多。像台大病院所开的莫德纳疫苗门诊，来挂号做的民众无多。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讲，确实是安尼是。因若已经做过高端疫苗的人，因为要出国，搁再补助其他疫苗，和外界批评无负责任。陈时中强调，政务官会负政治责任，这是经过专家会议讨论出来应用措施。因为即马世界各国对入境的人的自由方式的规定无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始8大行业放零防疫的管制，台中因为最近治安的事件袂少，昨警察嘛展开大规模的临检，都有查到一寡业者甲民众无早注疫苗的黄卡，有的实验者嘛无落实咯，会来进行处罚。OK。人客摕出做过疫苗的黄卡甲实验者的底线。16号是8大行业解封的第1天，真侪鸡排社也是酒店一开店都有人客上门。台北万华警方半暝加强临检，就查到21个人无实验者。另外，指挥中心规定，人客要至少做过1剂疫苗满14天才会使来消费。但伫台中，就有人客无扎黄卡，防疫规定登记再发。现在这个规定是进来这种地方需要接种证明哦，你现在没办法出示接种证明，我们依规定还是给你登记住，我们要抄起来。全台警方大动员，像金枝坝等知名的酒店，拢是临检的目标。除了确认业者甲人客敢有挂喙暗、扎黄卡等，因为前几天台中发生真侪相拍的事件，就惊酒客真无简单单着解封，一无站站啉酒醉惹代志，逐项来。高雄警察局长就亲身带队临检。
如果是酒后发生打架斗殴的部分，我们绝对强力执法。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不要饮酒开车绝对警方会全力来取缔。另外，如果打架斗殴的话，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肇事，绝对会严办。酒店服务人员排队接受警方的检查，除了围堵八大场所的暴力事件，也是防疫的问题。高雄警方嘛扩大路检，防止消费者酒后开车。这摆期早一直到20号，就为着确保八大行业袂变成防疫的破口，也是路人相拍的源头。记者陈焕武、面交馆综合报道。机组人员入境采检拢爱对鼻仔摕检体，因为想食做检验，造成一寡机组人员伫空中的工作的时候，嘛产生定流鼻血后遗症，嘛惊讲会去影响到飞行的安全。交通部是回应表示讲，已经向指挥中心来建议讲，看敢会当改用喙瘾来检验。机组人员拖行李结束任务回国，准备开始做隔离检疫。不过目前的规定内底，机组人员伫入境了后第5天居家检疫结束，甲入境的第9天、第14天拢爱做采检。为了防疫，有影是真辛苦。如果你1个月有2个长班的话，至少会被做2次的鼻咽采检。那另外，如果你有中间居检派飞的话，要做快筛也是做鼻咽采检，所以至少是2到3次。有技师表示，长期清早爱甲鼻仔机弄入去鼻孔内底做采检，对机组人员身体伤害是真大。也佮有同事飞到一半向流鼻孔血，有可能会影响飞行的安全。针对这点，民航局已经有写配合指挥中心，希望会当全面检验然后迄大的喙瘾，来降低机组人员清早爱做采检的痛苦。因为鼻咽是只是侵入性很深入，每1个月的平均的次数平均都在3次以上，就是这个机组人员确实也造成很大的不舒服，也在机组人员的反应之下，还有一些工会也有一些诉求。经评估以后，指挥中心说，在这种居检期满的 PCR 也能够在原来的3种方式里边都可以来实施。生喉唾液的好处就是方便了，就有点像漱口水一样。所以你这个还是你要把这个水含得稍微后面一点点，然后让它有一些震动，去接触你的喉咙，然后再把它吐出来，这样子你比较有机会把病毒融到里面去侦测得到。医师表示，甲龙鼻仔做采检来比，那后遐的喙瘾要侦测到病毒的正确率，也是小可较低淡薄啊。不过，若是有规则来做，加做几下检测，也是有机会会当掠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铁要伫宜兰洗车头，交通部今仔第2届到宜兰去沟通，嘛提出第5方案要甲车头设伫管制中心甲罗东站的中，经费大概是1880亿。在这过程，请我们的顾问公司在每一个方案再更细的这个评估。我会请我们铁道局可能也要个别的个别比如说各个乡镇公所做一些拜访县政府做一些拜访，然后再把最后这个杂音把它看能不能消除一些杂音，是获得大部分的共识交通部提出的新方案，路线大概是59.3公里车头的地点是选伫管制中心南边350公尺的所在，会用区段征收土地，地主买当来参加开发。路线是独立的，袂甲铁路的高架做伙也毋过这个新方案的欠点是车头位伫人真济、真闹热的所在，嘛是会饮水的负荷。嘛已经委托顾问公司来评估了。宜兰在地人希望讲交通部会使赶紧来定出时间表，唔通搁拖了。因为疫情航空客运业是真辛苦，也毋过最近台湾头一间合法的飞行学校训练中心宣布成立，嘛要对意大利进口头一台全新会当载9个人的飞行机今仔早起，这台新的飞行机嘛已经飞到台东机场了，咱做伙来看卖。飞行机飞来台湾做消毒的工作，台湾头一间合法的飞行学校安在飞行训练中心。唔加疫情，进入普通航空业，为意大利引进一架就要1亿1千万。全新的机种 P2012，每一架飞行机除了2个驾驶以外，会当载9个乘客，正式进入普通航空业。我们会用它来做这个空中游览。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自然景观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那我们也很看好，就是在后疫情时代，国内观光的这个蓬勃发展。再起新的飞行机飞到台东，
一日到机场就先隔空飞入来。安捷航空表示，目前已经规划创国、海华甲离岛3条航线，正式营运了后，会大升伫台东推出空中观光旅游的导览。未来嘛会试多元化的经营方式，要来扩大普通航空产业市场的需求。他们这个部分可能在花东纵谷啦，这个海岸的这个部分做观光旅游的导览啊。那可能在这个新鲜感跟这个整个这个观光旅游这一块是一个新的一个选择了。学者表示，空中游览是属于国内观光旅游创新的模式，因是乐观其成，因为后疫情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并无大。嘛讲到安捷申请普通航空是属于无定期航空，甲德安航空飞兰斯绿岛的定期航线无共款。不过未来经营若是袂歹，敢会对原本就有的离岛偏远航线造成影响，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早起审查行政院版本的全国性公投无在籍投票草案，也毋过因为无共识，专案保留，爱调野协商哦。敢是要开放通讯投票，还是提早投票？中选会烦恼讲会有投票弊甲公平性的疑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17日开会，就为着行政院提出的全国性公民投票无在籍投票法的名称有争论，因为其他8由立委或者是党团提出的版本，无在籍投票会当用的范围，有的无限公民投票，有的无限全国性。国民党这个主席林为洲希望法案名称是公民无在籍投票法，保留讨论的空间。这和执政党的民进党团态度无同，所以林为洲宣布讲，名称甲条文拢保留，上调也。那到底谁比较支持不在籍投票？那当然是行政院先有再说，会更支持不在籍投票嘛。那连这个都反对，那当然就是想要破局嘛。因为我反对，你们也不会让我反对嘛，你们就是要通过。OK， 这个到时候可以讨论，但是名称不可以先把它放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名称，让将来有可能修法，让我们的不在籍投票的适用范围可以更扩大。立委提案的版本当中有提早投票甲通讯投票，中选会也是希望伫投票日迄天，选民伫唔是户籍地投票所以移转投票方式来做无在籍投票，较通维护投票的弊病甲公平性。通信投票到底是不是在自由意志情形之下来进行投票，有没有办法保障秘密投票这个精神呢？都有一些疑虑。若讲到伫家角或者是国外设特别的投票所，中选会表示有技术的问题爱解决。外交部也讲，若伫外馆设无在籍投票所，除了需要卡手，阁有投票的公正性受到疑虑，也爱考量讲引起中国透过别国的政府来阻挡选务的工作，对咱外交恐惊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海军的做营基地传出一个姓陈的退休少校提假的证件，要入去营区内底哦。立委质疑讲国军的教育训练无够。国防部副部长王信良今仔是表示，这个少校可能有其他的动机，会来加强营区的管理哦。另外传出讲行政院的副院长沈盈景昨伫汉翔公司一场厂商的联谊会宣传公投，那位是批评讲这违反行政的中立。海军总营基地12团讲，有一位姓陈的退役少校提假证件装入去，高雄市警方16抓到人，验过立委质疑，这个姓陈的退役少校有不当的借贷款行为，被发现了自称退伍，个人的财务有困难，装入去军区是偷摕钱，也是偷摕资料。质疑国军的教育训练无够，螺丝拢冷去。对此，国防部副部长王信良承认讲，这无应该。会加强警务勤务工作。我们所查的是没有让他获取任何的资料。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所了解的。避免中美竞争演变成做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期要推动战略稳定对话，是不是连带影响台海局势？王信良回应讲，国军会做好尽份本务。因为美国参将机关访问台湾，全程正低调，行程有拜会国防部。李伟问讲，双方到底是谈什么事？其实他们来拜会，我讲就是一个，支持我们国防事务嘛，主题就在这里。不要粉饰太平啦！不要粉饰太平啦！确实如此。4个参议员，2个众议员，然后风尘仆仆来到台湾，就跟我们问个好，say 个 hello 就走了，有那么简单？你国防部要这样子面对国人？
另外，汉翔公司昨日举行 F10维修中心厂商联谊会，行政院副院长施明德到场主持，被团工伫咧活动上宣传公道，拿会正不满，讲违反行政中立。整个董事是以经济部为主，而且这个副院长还假公济私，你拿公务的时间，用公家的资源去做违反行政中立的事情，行政院副院长所以这绝对有上面的压力嘛。针对 F5期战机测试空军会换新型的弹射椅仔，进度团工有延前。空军是回应讲，外国的技术人员将会遵守防疫的规定，会继续甲指挥中心协商，按算第一具弹射椅仔会照期限伫咧12月交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应付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部长王美花之前提出讲，要伫大卖场来设平价专区哦。也毋过立委是质疑讲，专区内底卖的物件拢是本地就有拍折的商品，要求经济部爱检讨。另外，因为国际油价一直在起哦，今年中油会赔400亿左右。经济部顶日招专人加入货架、美联社等等侪超市甲大卖场的业者来开会，希望会当设置售卖专区。不过，立委质疑讲，这个政策无够周至，因发现有部分的大卖场内底，因的售卖专区提供的商品原本都伫拍折或者是促销，看无介绍较俗的民生物资。那种急需必须的一点点，结果非必须的一堆，然后变成说哇，你看有啊，我有做了很多的平价专区。那卖场店面有的大有的小，所以他们的做法呢，有一些是会在同类商品里面标示，让大家知道哪一些是一个平价的。另外，最近国际油价是起价，部分是由中油来吸收，已经出现亏损的情形。也拿天然气的介绍，这一年来已经大起180%，比国际油价还佫较悬。目前起价大部分拢是由中油这边来吸收，所以规桶的雅士的介绍才有法度无起价。接下来的天然气的旺季，这个价格只会更高。那中油你怎么办呢？我们预估这2个月，11月跟12月的天然气大概会在亏损到500亿左右。对，那这部分其实都已经买了，所以市场的变化其实影响不大。面对年的亏损，台水公司按算伫2022年，针对用水量大棚的用户扣耗水费。王美花表示，年底就会公布相关的规范。所以这个耗水会最近细则应该会出来。我们会提出来，会在年底以前会提出来。伫国营事业内底，今年中油的债务压力是上大，主要是国际原油甲天然气价格大起，吸收大部分起价钱了后，中油今年整体亏损会达到400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通过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要做出2030年碳的排放爱减少4%，嘛爱减少烧土炭发电的决定哦。有学者是建议讲，咱台湾应该取消对个人减碳的补贴，温管法的修法嘛应该有气候汇报的机制。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顶礼拜六结束，通过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明确要求伫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进前，要先伫2030年比2010年减少碳排放45%。两个相比，国内即卖目标敢若减20%，进度是输人添添。我们的起步太晚了，然后做太慢，做太少，所以当面临这么大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加深、加速、加广来完成这些所有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格拉斯哥协议嘛，确定烧土炭退场的方向。学者认为讲，台湾应该提出更较积极的2050净零排放的方法，无应该搁补贴化石燃料，连节能减碳嘛无应该补贴。减碳本来就是排放的人的责任，无应该来替因纳钱。它减少，它是应该要做的，不是说变成了说是它有排放污染的权利，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权利，所以它减少，我们要补贴它。这是过去长久以来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学者认为讲，那扣税甲扣碳费，另外搁做补贴，温管法若是修法的方向无改变，对减碳恐惊是无效果。另外，针对修法，爱以政院应属会担任下部会协调角色。学者强调讲，应该新设立气候汇报的机制。依照现在运作机制，当然又落回好像温管法、气候变迁法未来的主管单位又环保署，那环保署好像要去动到各部会，其实还是不够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深深的不够哈。台大风险中心指出，台湾2019年伫人口数上千万的人平均排碳量，是世界排第8高碳社会。
不过相关的科学评估、行政管制甲政策沟通基本的工作，也该更较积极来投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的波士顿选出有史以来头一位亚洲的查某市长吴美，伊的爸母拢来自台湾。吴美昨宣誓就职，政治立场算是民主党进步派定赢的吴美哦，提出车济改革的政策，应该嘛面对正大的挑战。爸母是来自台湾的移民，今年36岁吴美，昨日伫咧红赛康诺佩瓦斯基甲2个后生的陪同下，伫咧波士顿市议会大厅正式宣誓就职。波士顿的市长选举一向拢是白人的男性选调。吴美是将近200年来第一位当选这个新英格兰地区高卢社区市长的有色人种女性的政治人物。Boston, our charge is clear. We need everyone to join us in the work of doing the big and the small, getting City Hall out of City Hall into our neighborhoods, and embr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city. The reason to make a Boston for everyone is because we need everyone for Boston right now. We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and it will take all of us to get it done. So let's get to work. 吴美是属于民主党的进步阵营。进步派大将马州的资深参议员伊丽莎白法伦女士，则是伊大学的导师，也是伫咧法伦的影响下，吴美投资政坛。法伦伊本人也亲自参加吴美的就职典礼。伫咧竞选期间，吴美提出一连串的改革色彩正高的政策，亲像是免费的大众运输系统、厝的租金掌控，也个2040年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的绿色先进环境，有其所落来施政会正硬道。吴美出生伫咧中西部的大城芝加哥，2013年11月第一遍当选市议员，成为波士顿史上第一位大下美籍的市议员。2016年1月到2018年1月担任议长，也是波士顿市议会第一位有色人种女议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波兰白俄罗斯的边境曾发生冲突，一寡非法的移民用石头啊、甲手榴弹攻击波兰的警察，警方嘛泉水甲使用催泪ga素来对付这移民。波兰的警方是表示讲，这移民的武器是被俄罗斯提供的。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嘛是否认讲有拒载移民进入欧盟，佮强调讲已经有遣返5000多人了。波兰警方用水泉泉国界另外一边的白俄罗斯催泪ga素嘛派上用场，目标是对准进前硬要越界的非法移民。就算这个冲突早就伫波兰的意料内底，不过移民使用武器攻击，一个警察头壳受伤，必须反制。Wśród tych osób, które rzucały kamieniami, ale także granatami, mogli tylko przekazać tym osobom, które rzucały w policjantów, przedstawiciele służb reżimu białoruskiego. To były granaty łzawiące, to były granaty hukowe. Rozpoczął się tam atak na policjantów i co warto podkreślić. If you don't follow the orders, force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欧盟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着要报复欧盟的制裁，挑工使述移民对波兰闯关。卢卡申科一直咧背回讲，人唔是伊放的。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беженцев и не привозим в Беларусь, как Польша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У кого хоть малейшее нарушение закона, в самолет и обратно. Вот таких около 5000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气温低，无法度过境。人权团体这个月几月以来提供援助，看到聚集伫个边境差不多有4000外的移民，已经有人受伤死去。真侪移民表示讲，白俄当局禁止因转去明斯克，即摆因是进无步，退无路。法国警方昨日伫个瓦近敦刻尔克格朗德森特镇，甲一打非法移民的营地拆除。伫这进程差不多有1500人伫遮聚集，打算要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英国无五万讲有移民的船对法国过来，法国是认为讲英国就爱尽量来斗相共管理移民，组织人社集团欢迎，提供移民会当安踏落脚的地主表示讲，这个人流离失所，即摆又搁爱离开，看到互人心肝硬啊，感觉真唔甘。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除了默沙东药厂做出武汉肺炎用假药啊，辉瑞药厂嘛已经做出口号药物，嘛有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来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哦。辉瑞佮宣布讲，因无要收权利金哦，会授权药厂去生产来帮助善者的国家。
发现点性感染高风险族群内面，会当减少比较高些的大意，或者是死亡几率了。辉瑞药厂16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口服药啊 Paxlovid 紧急授权使用。在之前，默沙东已经申请口服药，要结束这场全世界疫情。专家认为口服药是最有风险的后援。辉瑞讲，至今嘛，全世界已经有超过500万人感染死亡，正需要相关的药法赶紧到位。辉瑞提出的资料，对几落百位有发展经济严重疾病高风险，而且已经确诊，抑过也未大医的成年病人做临床实验，发现有症状3天了开始治疗，大医或者是死亡几率减89%，也若有症状了5天才开始治疗，结果也差不多。这种口服药会加抗艾滋病的药法利托那韦做回使用。辉瑞讲会伫咧今年提供疗程口服药18万剂，明年是至少50万剂。辉瑞也宣布讲，若这种口服药得到紧急授权，会授权全世界含药药制造商生产，无收权利金压价计效。Medicine was mostly we will be mostly available for people who are especially at risk. Then that's not a medicine that everybody will take. Objective is basically to avoid for people to go to the hospital or to have severe case. MPP will review those compani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辉瑞是甲联合国支持的药品专利联名 MPP 签协议，当时辉瑞口服药涵盖全世界95个中低收入国家，占全世界人口53%。公司新闻吴玲编写。过来新闻，咱来看华南市伫这个月初爆发生一场火灾，有2个老大人死亡。县政府调查发现讲，这是一间非法的安养机构。华南县议员嘛指出讲其实亲像这款非法的安养院够袂少，要求县政府应该爱全面来清查。这是发生伫这个月初9，华南市国风里的火灾。导火原因是一个有失智症的老大人烧到遐，无细致导火。火爆发了后，消防人员伫房间发现2个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倒伫面床顶。调查了后，才发现讲这是一间无登记立案的安养院。这是一间未立案的安养院，它就隐身在我们的巷弄中。而这间幽灵安养院甚至不能算是安养机构，只是死者私下委托这个照顾的交易。这个火下显示民间也有非法的安养机构，县机关要求县府都要全面清查非法的安养院。不过目前也是有真侪照护，拢是用居家服务来做安看，要稽查恐惊有困难。我们是希望透过各网络，包括村里邻长。然后再来是社工员、警察等等，能够如果有发现的话，那希望可以尽快的通报给我们。根据县府的调查，这间非法的安养院是死者委托一个细帮的负责人来这照顾4个侪伙人，看起来是居家服务，不过实际上已经加做带赎刑等照场所，若无派单就是违法。在没有完成所谓的社区式的所谓的家托立案的状况下是不允许的。如果他是所谓的居家服务的话，那他一定有所谓的派案单。县府强调讲，无经过许可立案做照护行为的，依法会当罚新台票6万至30万；若是造成服务的对象死亡，会罚20万至100万。司法单位也会追诉刑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间幼儿园，一个姓吴的老师，和家长指控讲，因为这个老师不满讲，伊甲学校营养午餐包顿去的这项代志，互检举，见效登上去哦。毕竟仔逐日落去涂骹的饭菜捡起来食。这间幼儿园是指出讲，这老师已经请长假了，也毋过人本基金会佮表出讲，这老师产生的争议嘛，已经毋是头一届，也毋过问题是拢无法度解决。台中一间公立国小附设幼儿园，一名吴姓教师去家长指控，包学校的营养午餐转去厝的，致使囡仔食袂饱。落伫咧涂骹的饭菜，也叫囡仔捡起来食。家长是直接伫咧班级的群组批评老师的作为。代志曝光了后，吴姓老师请病假到明年1月，校方是出面证实老师确实有适当的作为。16号已经召开座谈会向家长说明。目前提到的就是捡拾地上这个是有家长有反弹，那给我们一点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在调查阶段中。向指控的吴姓老师曾经伫咧台中市几落间的幼儿园教册，有20多年教学的经验。但是人本基金会表示，这名老师出现真侪届教学争议，去家长投诉，事后是不断转校。正正伫咧其他学校就对囡仔无适当的体罚，甲家长事后和解的情形。而小朋友又被老师剪头发跟剪指甲，都是同样的。对，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啦。
他有去恐吓孩子不能回家跟家长说，踩住其中一个孩子的脚踝，然后把另外一个孩子拉到旁边去，因为他用力踩，造成小孩脚受伤。那这件事情呢，蝴蝶老师有承认，并且有跟学生家长达成一个和解，教育局应该要负起责任，将这样子的不适任的老师呢淘汰。林本基金会强调，教师无责任就应该改聘。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已经请学校成立调查小组，若是一切查证事实，会送教评会来审议。教育局已经在11月10号前往学校进行查访。那该市目前是向学校请假，暂停入园的服务。校方讲已经伫咧班级内底装监视系统。台中市教育局强调，若是有相关的违失，会依教师法甲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相关规定裁处，相当会改聘，而且会通报为全国无责任教育人员。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婚林的卖料，有一个农民今仔要收高丽菜，也毋过早起所发现讲，规园的菜拢互收了，警方嘛已经调查咯。来到将近8分地高丽菜园，原本将要收成的菜，却发现全部拢被偷办去，互农民相当无奈。跩来看规区，迄边区啦，迄边区是完全无当着的，跩好甲规区用过啦。看一个跩连工仔嘛毋免叫来，这安尼现了了20几万呢。药啊钱，啊肥料钱，啊搁田租。正一个考试农民表示，虽然这区的高丽菜卖相无好，我都卖到目前平均价小每公斤17块，但已经找好半箱收购，嘛投入超过20万的成本在种，一按到全部消息，现在连成本拢收袂得来，而且根本无开放民众免费来办。但17号来到参观，却发现陆续有民众来办。伊马上报警处理，对此警方表示，已经积极侦办中。在开喙讲啊，我就无要用扣，我昨采用当然我咧掠人，啊你咪等讲证得对。甚至无讲。啊，你园主你也无讲，若是向国家咧人当作无爱滴的啊。同仁前往现场了解，有11位中高龄男女误以为采收后的高丽菜地主不要，而前往捡取，即高丽菜89颗。及镰刀、菜刀及树枝。警方表示，目前国咧厘清17号上午入去参观办的民众，是咪和前一天办的民众同一批，但嘛要呼吁近期登进入高丽菜和裤豆等当作的采收期。虽然庄稼所在定有开放免费采收，但一定要经过地主的同意，以免被切到罪嫌来上班。记者为你报道。双11买去是长长滚即马阁有真侪物件，但要送去予消费者。今仔早起，汤圆的新屋邮局传出火烧，有一件物件熊熊在家己烧起来，嘛去烧到边仔的物件，加载是无人着伤。台电嘛已经先断电咯，这间邮局嘛暂停营业1天起火的原因，搁来调查。规个包裹蹲伫邮局的车道边啊，敢若看到所有的物件拢烧甲乌噜噜。这个熊熊来的导火，互邮局的人真惊吓。就算讲用2支灭火器，要是无法度甲这个火甲拍花。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就回头看，整个就火都火，因为它邮差在分拣包裹，它放下去就开始起火。插把的东西，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就砰一声就砰一声烧起来。原来邮务司伫17日早起7点外，伫桃园新屋邮局咧无用处理火的时阵，目击者还佫看到讲，其中有一件邮件，这个物件伊伫咧亲像伫搬的时阵，熊熊呛烟导火。消防人员伫咧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出动灭火。加载讲无人受伤，不过邮局初步调查，火势炭烧差不多有100外邮件去互烧掉。邮局就停业1天。是，然后我们会尽快复电，然后等辨识人员他辨识完毕，我们可能就会申请复电，尽快能够营业。虽然讲火无去烧到边仔的电箱，不过台电已经做预防性的断电，邮局嘛打出公告讲暂停营业1天。也若这个包裹到底是国内，也是讲海外的物品来引起火灾咧？包裹内底到底是放什么物件？详细导火原因，也阁爱来等待火调人员来甲做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顶礼拜日才打通车的富公渔港外环道路，东56线的海滨大道有民众检举讲工程单位亲像把废弃物带伫山内底。环保局接到检举到现场，发现讲拢是一寡希望啊、甲链仔的粪扫。这个工程单位是表示讲，因为要办通车灯内暂时放的，也毋过环保局要求因爱赶紧清掉。
有民众顶礼拜五翕到工程车，敢若是开到福光港正一个时间的海沙坡倒废弃物，也佫用怪手挖空在山内底。16环保局派人去挖出废车链、废弃网顶废弃物。我觉得应该是不止那些啦，因为他们就这样在倒垃圾，而且那个是在海边，那个倒废弃物太夸张了吧？它算是有一个取巧啊、侥幸的一个行为啦。那后来工地负责人呢发现了之后呢，也及时的制止，然后把这些废弃物也有挖出来放在一边。环保局讲，虽然不是工程废弃物，不过确实是施工厂商台。台东县建设处讲，因为顶礼拜日15，福光港外环道路东56线海滨大道要举行通车典礼，附近的徛街有一寡废弃物惊歹看，施工厂商就斗相共处理。无想讲是大海沙坡，附近的民众讲无人会安尼做。遐拢无人咧等迄物件。台东县建设处讲是厂商暂时性的处理做法，环保局也要求厂商随刷走，若无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罚6万到30万。厂商讲会伫今仔日明仔载2天，将带一个海沙坡的废弃物刷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xử理防治中学伫10月向教育局申请讲要伫111学年度停招哦。消息传出来，家长佮校友拢惊一条。这家长嘛是防治毕业的立委高虹安来定情，因认为讲学校停招的天数甲代理校长的资格拢有问题，要求教育局应该调查好清楚。民国53年成立，私立邦基中学是台北市唯一男女拢有的天主教完全中学。即马差不多有500多名学生。10月的时阵，刷向教育局来申请111学年停止招生。我们已经安排相关的辅导访视委员到校确认他的状况。等到校方提交相关的学生、教职员工的相关权益的保障之后呢，我们会在近期就核定。申请停招的消息传出来，民众党立委高虹安在内，真侪校友拢惊一条，真侪家长嘛是昨暗时才知影消息。一位姓王的家长嘛是校友，找高虹安定情，讲学校是无充分沟通，决定停招，期间嘛无甲老师学生说明，而且学校是完全中学，查某囝即马9年级，说落来要安怎？明年要会考了，我相信所有的高3以及国3的学生都面临到升学的问题，甚至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想要直升了，但是学校一直没有跟我们公布相关的一些资讯。难过归难过，那现在目前方剂的自救会有一些诉求，我相信他们也会提出他们相关的一些资料来做一些，我们让教育局在核定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家长要求教育局审核的时阵，要了解发生什么代志。对停招决定甲家长的指控，学校透早是无出面来说明。教育局强调，学校袂使强制学生转学，若是无摕到学生甲安置学校的同意，应该予在校学生伫咧原来学校毕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年初，因为刻画婚姻顾客地米欠水用收成是真歹，后来雨水来，最近树地嘛已经收成啊，有春仔地、冬仔地、秋仔地哦，绩效拢个袂歹，农民嘛较安心咯。天气开始变冷，会当下一杯小茶是人生的享受。入秋过后，婚姻顾客上湖地区的地米，秋天过后也开始收成。这毋是咱一般所听到的春仔地，也毋是冬仔地，是秋仔地。当北季风来的时候，伊就暗时啊较寒，较寒伊的地就较顺，比较纯嘛生长比较慢，所以茶会比较好喝。今年初等到可花大部分的地园拢无法度收成，加上疫情关系，地农拢伫咧食老本。加在最近疫情渐渐稳定，雨水稳定了后，秋仔地有法度收成，品质也袂歹。中盘的价数一斤听好到400多块。价数差不多。一斤差偌济？一斤拢差不多400多块尔，咱大卖就对了。一般民众拢会选秋仔地或者是冬仔地。上湖社区理事长表示，会当参考看卖上湖社区的秋仔地，这季收成品质好，价钱也袂贵。普通人在喝都是喝那个春茶跟冬茶，如果说秋茶的话，它有气候那个比那个白露以后那个气候比较早一点冷下来的话，它那个茶做起来比冬茶还好喝。
靠天食饭的农民伫秋天会当好收成，即马树仔地也拢已经成做茶米啊。若准来遮行大民众也当食到中湖地区的好茶。记者综合报道。啉茶是真正袂歹哦。来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嘛发现讲，草铺茶内底有一种小激素，会当来防止皱起哦。这项研究嘛刊伫国际期刊顶头，真受到注意。伫咧要未发明起锅、起面啊进前，古早人是安怎洗喙的？根据文献记载，古早时啊会用旧茶来落喙。日本也有研究讲，茶内底有二茶素，会当阻挡细菌，造成皱起。最近，国内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讲，草铺茶内面有一种小激素，预防皱起的效果是更较好。儿茶素跟这个消脂素啊，它其实是破坏那个生物，它不是把这个蛀牙菌给杀了，它只是让你这个膜破掉，它散出来，所以它就不会让你蛀牙。咖啡因是在这个效果上面是没有的。研究团队表示，细菌会先附伫喙齿的表面顶端，形成生物膜来侵蚀，造成皱起。小激素的功能就是破坏生物膜，而且效果比二茶素更较好。所以只要有儿茶素、有消脂素这种都会有效。那因为普洱里头多了一个消脂，而且消脂素的功效比儿茶素高。普洱茶好坏参差不齐。对，它这个消脂素的那个含量可以差10倍以上。这项研究伫国际期刊顶端引起各界关注。不过，齿科医师也表示，茶若啉伤济，茶带可能会掉伫喙齿，恐惊颠倒互喙齿变黄。提醒民众也是要注重喙齿的清洁。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伫车顶服务的人员会推餐车伫火车顶头行来行去，因为查某员工拢是穿裙，行动真无方便，寒人嘛真寒。代替产业工会就批评讲，哇，最好的讨论已经真久了，也毋过代替一直拢有真侪借口。代替嘛回应表示讲，一定有咧做调查，会来当作是未来设计新最好的参考。车勤人员伫起起伏伏的火车顶来来去去，甲人客服务，这是坐旅客坐代替的记忆。为60年代到80年代，涉水是有持续伫变化。毋过，变若到寒天，就算是寒死死，也是爱穿裙。这嘛是代替局内底目前唯一一个制服也是爱穿裙的工作人员。在车上走，穿着短裙走路，然后就感觉很不方便，而且就好像有时候倒咖啡什么都觉得好像是在特技表演一样。那都会很担心他们工作上的权益的问题。那最近天气又特别冷，他们也常经常听到他们表达说他们的衣服不够暖。根据代替产业工会调查，有9成的员工认为讲，天气若较凉冷，穿裙是寒死死，时尾仔嘛穿在去搞到破气，用量是真伤，而且佫爱烦恼裙若是伤短，做工课是真袂溜达。希望会当赶紧互女性的车勤人员，寒人有裤的制服通好穿。代替回应讲，目前当伫办理员工意愿的调查的结果会正做重新设计制服的招标案的依据。不过有立委就批评讲，代替的改革永远是像旧历史共款。如果连员工的，就是说身体健康温暖这一点最基本的一个人权更不用讲劳权的议题都无法照顾的话，我不知道台铁的改革它的改革着眼点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一块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增加女性上生理上的健康上的影响，而同时我们也必须在性别平等的这件事情上有意识的来反省，并且来做出修正。台铁产业工会指出，制服穿裙的问题，前到今已经甲代替讨论5年外，因也是用流标、预算无够等等的理由来下提责任。今嘛拄好是发新制服的时间，希望代替会当赶紧做出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一寡公务大楼禁止饲宠物有动保团体今仔是呼吁立委讲，应该要赶紧来修法，嘛要求内政部先公布社区饲宠物的管理办法，互大家来参考。同时，我们也不老龄，也没有在园区里面遛狗的情况下，要这样子随意更改这个规约，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这个李小姐伫记者会表达伊无法度带伊饲的狗仔做伙上班的无奈。伊表示，而且伊租一个大楼1楼加做工作室，独立出入。伫签约进前嘛有确认过大楼的规定，并无禁止饲宠物。签约的时阵嘛有伫契约写讲伊有饲狗，所以因为管委会要针对限制园区内底袂当有动物来做表决，所以是感觉真无奈。这个法修了8年，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过。那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可以用合理的管理来取代全面的禁止。动保团体认为讲，公寓大楼管理规约禁止住户饲宠物的代志是真正听过。
嘛有社区或者是大楼的管理单位，常常决定禁止饲宠物，互真侪原底有饲宠物的民众是感觉真困扰，认为有修法的必要。希望内政委员会的同仁们，能够大家赶快来协助我们排审这个法案。我们也会结合各党派委员，我们一起来召开公听会，好来督促赶快来修法。动保团体呼吁立委就要赶紧修法，相关的单位嘛要配合修法，嘛呼吁内政部先颁布社区饲宠物的管理办法，来正做管理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医海大海癌症中心正在进行一项3档的研究计划，未来只要抽一届会，就会当来针对13种的癌症、45种的治疗药物来做使用的药物量、副作用佮治疗效果的评估佮预测。有真侪癌症的朋友因为烦恼使用药物的副作用伤大，放弃治疗。为着要减少副作用，达到准确点定的医疗。国内医界展开期间3年癌症用药的基因套组研究计划，未来若是讲抽一摆会，就会当来针对13种癌症，拢总有45种治疗药物来做有效的这个剂量、副作用也有治疗效果来做评估预测。一旦我们可以提前预估或提前预防副作用，那么对癌症的治疗品质跟所有癌症病友的治疗遵循率就会大大的提升，所以希望这次的合作可以顺利开发出台湾国人专用的生物晶片。伫个答应过，癌症的患者若是讲抽一摆会，一边敢若会当检测高一项基因，预测高一项药物的副作用。北医伫个上新的研究计划采取多基因的分析。只要讲若是抽一摆会，就会当来针对胃癌、凝癌、腰鞘癌，拢总有13种癌症、45种药物来做检测，这边就会当来分析真侪种药物，通替病人来打造专门的这款治疗方案。如果能够事先预防，所谓的超前部署，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有没有可能是对这个药物有高毒性的，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给它的剂量是不够。比如说，它对这个药物的代谢是特别的强，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剂量是不是要视的情况调整？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0年平均每10分3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来过身。医界嘛望讲会当来透过基因的检测，也有准确的医疗，通予癌症的患者因的用药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艺术其实对治疗心理的问题嘛有真大的帮助哦。来看台中有一位80多岁阿公，几当前因为失去亲人，得到忧郁症，只讲教这阿公画图来消透情绪。阿公嘛愈画愈有兴趣，伊嘛愈有勇气佮自信来面对人生。这彩色的作品看起来色水丰富，却是袂感觉伤插白，等到认为色水配加真拄好。蔡上阿公展示伊的作品，真谦虚讲家己袂晓画，毋过却是真有家己的原则，会使看到拢挑工用无共的色水来画图。看这伊像个什么色咧，较配较我迄个色的，啊伊就种他拢这主要伊人拢有分类去，咱就来分开去啊，色水慢共款。阿公手摕伊少年的时画的作品，真可惜苏当时无栽培的机会。到伊食老了后，伊得到忧郁症，拢袂食袂困。不过后来，伊重新搁再举画笔，画图正做一款治疗的方式，互伊心情较开阔，有代志通做，也较有生活的目标。他近年相继失去他的亲人，所以他后来变成说有一点忧郁症，然后就长期在家里，然后都没有出门。所以我就想说导入一些在居家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最简单的，拿着一盒色笔跟一些图，让阿公他去画画。现代社会要艺术治疗，正做一款心理疾病的治疗方式，就是透过治疗师引导病人来创作。唔但互因表达心情，也学出藏伫心内的病母，分析了后治疗心内的空隙。蔡上阿公透过画图来说心情，搁再画出家己五彩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美国的华盛顿地区动保团体甲科学家正在进行一项鸟鸣的普查哦。因伫市区1500个所在装摄影机，结果发现讲有鸟猫啊，阁有真侪其他的动物。麻烦讲这项调查会当用来做都市内底动物保育的调整办法。
东部团体甲科学家3年普查计划，详细统计华府人饲的猫仔、甲流浪猫仔、甲收容所猫仔族群数量甲分布，初步发现70万人口首善之都，猫仔有20万只，其中差不多一半完全生活伫厝内或者是庇护所，另外一半是用自由进出家门的放养猫仔。有人照顾饲的流浪猫，甲3-4千只完全无甲人类接触的猫仔。有一派东部人士认为，户外猫仔伤过济，猎食者天性会造成鸟类等其他生物族群减少。这项大规模研究，正确量化规个都市内底猫仔甲生存形态，对确实做好庇护，甲间绑起来分别生，和谐共存，帮助正大。We at the Humane Rescue Alliance absolutely advise people that cats should be indoor pe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at, we can change our approach to whether we are looking at a strictly trapping and sterilization effort, or are we looking at something where we're reaching out to pet owners to say, let's talk about what's happening when your cat's outside and how you might want to change how you're caring for your cat. 普查为2018年以来，有大量相片影像说明高度都市化环境内底生态游园真多元，真侪野生动物伫遮生存，碰瓷、猿熊、狐狸拢出现伫镜头前，甚至还阁翕到大山鸟。3年调查就要结束，研究者建议普查猫仔资源工具包加建议准则，希望帮助其他社区做同款的研究。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各位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